这几日虽然受到寒流的影响有较寒，不过整体来讲气候也是无够冷，所以今年麻仔收成减3成。渔民表示，对11月开始予麻仔到今敢若赚到2万多，应该是会当赚到10几万的。不少渔民拢趁这阵较冷，赶紧去讨海。宜兰县政府嘛提醒大家，趁钱有数，性命着爱顾，出海应该穿救生衣较安全。 宜兰沿海出现真侪蒙古包，每年的11月7日到过当年二月，是宜兰沿海掠麻鱼仔季节，全国各地渔民拢会来这掠。点估因为今年是暖冬年，天气不够冷，鱼仔变少。到目前也没有，没有什么量，都个位数，数量比较少，今年比较少。跟往年比起来，大概少多少？少多少？渔民讲，当年拢是自11月开始掠，往年伫这个时阵已经会当掠到10几万块，因过今年只个拿赚2万花，数量比往年减差不多3成。希望这几天寒流来，情形会当改善。有专家预估，今年全台湾麻鱼仔掠的数量可能无够2吨。气温比较高的状况下，那鳗苗通常是这个数量会比较没那么多。伫往年渔民出海掠麻鱼仔时阵，常常发生墜落去海意外。根据统计，最近4年就发生4件掠麻鱼仔渔民墜落去海淹死的意外，所以宣导爱穿救生衫。救生衣啊，为着大家安全啊。官府讲，渔民若是无救生衫，会当到沿海像头城、纵围顶尾消防分队救。只要有身份证、健保卡或者是驾照的证件登记，然后相关联络资料了，就会当救，也会当假照听行，找附近的消防队行就会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